客家即只羊头叫做安哥，过2回生日，保育员甲斗假卡当做礼物，安哥有够痛。伫台南客家的动物园有一只羊鹿图叫做安哥，出事了对面前骹受伤拢医袂好，医生决定甲锯掉斗假卡。他截肢以后，这2年来，我们就是不断的在帮他进行义肢的制作，让他可以比较顺利的进行一些活动。今年9月是安哥2回生日，所以讲园区嘛替这个安哥做生日。动物保育人员专门用伊上爱食的物件做成生日的鸡卵糕，同时甲伊斗第6代鸡卡做生日礼物。第6代，我们特别把碳纤维变成金色的，送给他当一个生日礼物，这样。对，他就是会每天我们会帮他穿戴义肢，但晚上休息的时候也会帮他脱掉，让他可以休息。重新搁斗改良过鸡卡了，安哥适应了真好，会使走来走去，互大家替伊真欢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